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龐寶林投資 GPS。首先喺呢度祝賀各位同埋你哋嘅家人一馬當先，龍精虎猛，馬上幸福，馬上發財，馬到功成。今次嘅標題就係科技股鬥快集資鬥長命，取決未來的成與敗。科技股咧，尤其是 AI 股，投資係需要好多錢嘅，最後邊個仲捱得過，仲有錢、有力量、有資源，先可以繼續留喺度。我哋叫 survival game。而其他呢啲對手捱過之後，仲未揾到好嘅產品，或者佢收入唔能夠填補到過去嘅投資嘅話咧，咁佢哋倒下，最後剩低嗰間公司就會係做得好。其實咧就好似2000年科技泡沫就係咁樣嘅例子。咁我一陣遲啲同大家咧就會講講呢個例子㗎啦。咁美國嘅通脹似乎係唔錯，有利減息嘅，所以上個禮拜曾經咧道指跌過之後又再反彈翻。不過呢一兩日即使係2月20號星期五個重要嘅情況，就係特朗普佢嗰個關稅政策個法官點樣判法咧？呢個好重要啦。咁如果法官覺得佢有違憲啊，或者其他嗰方面要還翻晒收嘅 tariff， 就係一個 disaster， 呢個就要小心。第二就係伊朗同埋美國，究竟美國會唔會打擊伊朗咧？咁我哋睇翻咧美國嘅消費數字咧 CPI 1月份從12月0.3分跌咗到0.2嘅，咁係7個月裏面最低嘅增幅嚟嘅。按年嘅幅度咧亦都回落到 2.4%， 係5年裏邊咧最低嘅水平。同埋核心嘅 CPI 按月升 0.3%， 按年咧就跌到咧 2.5%， 其實都係2021年裏邊最低。咁所以睇到咧似乎有減息嘅空間，但係非農增加嘅職位咧13萬個，好犀利喎！因為市場估計6.55萬個，點解咁犀利咧？咁有啲人話失業率4.3啫喎，會唔會呢啲數字係假嘅咧？因為財長特朗普同埋嗰陣時馬斯克咧裁咗好多人咧，會唔會影響到咧？咁就唔知啦。不過最重要咧就係美國嘅經濟係唔錯。點解經濟唔錯咧？就係人工智能嘅投資啦。微軟人工智能嘅主管預測咧，未來12至18個月，即係1年至年半裏邊咧，大部分白領嘅工作，包括係律師啊、會計師啊呢啲專業人士咧，俾人代替到啦。AI 越嚟越接近人類，可以取代人類，會唔會失業率高咧？首先睇到就軟件工程師，軟件好多由工程師編寫嘅 coding 啊，但係而家開發咗個 Copilot 之後嘅 AI 產品已經可以做咗好多編程嘅工作，代替咗好多人。所以我哋睇到 AI 嘅初創公司咧，OpenAI 同埋 Anthropic 呢兩間公司就係 AI 最大嘅大頭嚟嘅。Anthropic 嘅總裁就講啦，佢話 AI 咧取代會一半嘅白領，籌咗錢咧就大概300億美金新一輪，而家佢已經升咗1倍，升到3800億美元啦嘅資產價值。最主要有新加坡嘅 GIC 啊，同埋美國基金嘅投資，仲有 Nvidia。所以睇到咧，而家全球兩個最大嘅 AI 大模型，咁一個就 OpenAI 做緊㗎，一個咧就係 Anthropic。而家睇到 OpenAI 投資好大，但係咧收入咧仲係好慢。Anthropic 咧開始有幾百億收入㗎啦，200-300億㗎啦。所以大家再睇邊個贏啦。香港企業有14% 高層咧先用 AI， 咁可能咧就係啲高層唔識科技，所以好驚，因為投資咁大，所以係慢咗嘅。科技鬥快集資，科技產業咧從來就唔係淨係靠技術同埋科技，而係需要有人才。咁你要留住人才咧，就要有資金，所以錢係好重要嘅。回顧2000年嘅時候，科網股爆破 ，Amazon 咧係電子商店、電子平台嚟嘅。嗰陣時嘅案例 ，Amazon 唔知道想自己做乜嘢，喺度摸索緊。但係摸索嘅時候就需要留到人才，又有錢投資。咁所以咧，你要揾好多個方法去集到錢。最重要就係譬如可轉換債券啦、convertible bond 啦、高息債啦、又發股票啦，唔係淨係美國發啦，去歐洲又發啦。其實如果嗰陣時亞洲係咧，就可以亞洲發，不過冇亞洲發。但係佢拿咗好多錢，佢就有時間留到人才。所以我哋睇翻佢股價咧。過去開始嘅時候喺97大概0.079美元嘅，去到99年嘅時候咧，科技股泡沫差唔多最熱嘅時候咧，佢就升到4.06美元。跟住咧，2001年咧佢爆過8月咧就已經跌翻到0.336美元，即是話咧佢其實升咗400-750倍。個科技股泡沫升到50倍之後又打回形，跌翻到1/10都冇。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咧，而家嘅 Amazon 嘅股票咧已經係204.86美元，咁2.0486同0.07，即係話咧差唔多24,600
除7 3000幾倍。咁 Amazon 點解做到第一？佢有錢，佢捱過呢段時間，而有時間研究佢應該可以做，同埋佢好多對手都冧晒，所以成功嘅機會就好大啦。後來啲企業 Motorola 咧喺1997年喺科技股部咧，佢集資過100年期嘅債券嘅，咁就唔使咁快還晒啊嘛，亦都係買時間。不過 Motorola 咧就冇 Amazon 咁成功啦。當時係好信任，因為 Motorola 好大嘅公司，但係後來咧嘅競爭力唔夠，而家咧就不及當年 Amazon 咧越做越好噶啦。最近嚟講 Alphabet 就係發行本來係3至32年嘅債券嘅，但係同時又發100年嘅債券，同 Motorola 一樣。咁同埋咧，其中10億嘅債券超額差唔多8.5倍嘅英鎊嘅債券，甚至咧佢嘅年期有3年、6年、10年、15年、25年同埋100年。資金第日到期分開，咁有足夠嘅時間咧，萬一需要咁長嘅時間，佢可以提高嘅競爭力。咁至於近期 Alphabet 咧，亦透過發債啦，資本市場係科技企業嘅生命線嚟嘅。如果冇咗資本市場，你唔識得點樣集資，唔識得點樣節省加考慮有長遠嘅，好似 Alphabet 或者以前 Amazon 咁樣咧，咁你好難贏到呢個 AI 嘅 game。但係一贏到咧 win all。第二就係融資好重要，多元化、分期、流動性，又有可兌換債券，又可以轉股票，又冇乜息嘅。第三，燒錢嘅模式嘅核心喺時間差裏邊，如果越長嘅時間就越好。第四咧，長期債券嘅象徵嘅意義，長期梗係遲啲還啦，遲啲還啲錢會冇咁值錢嘛，有通脹嘛，高利率嘅環境下，再融資嘅風險係上升嘅，因為大家都喺度發債。如果 AI 假設唔掂，美國要不斷發債，咁變咗個債券大家都要發債，就要好高息，咁變咗有利率融資嘅風險上升，所以鬥快集資要鬥長命，呢個模式係好重要嘅。股票會稀釋同埋估值嘅泡沫。咁第七咧，債券嘅市場同埋科技股嘅聯動好重要，因為如果債券市場個價格越嚟越低，覺得咧佢哋還唔到債，咁呢個科技股再需要錢嘅時候就集唔到資，咁所以呢個聯動好重要。利率同埋科技嘅估值，一個就係如果個利息高，咁變咗咧科技股嘅估值就會自然低。第二，當科技股大部分未有盈利嘅時候，佢要發債，如果個利息高，佢發嘅債成本就高，對佢哋成功嘅機會就減少咗。另外相反，當然成功嘅機會就大咗，如果減息。所以特朗普希望想減息，亦都最近改咗個法例，上次我都講咗啦，高槓桿嘅債券證券化咧個市場，銀行總參與佢就開放咗。08年金融海嘯之後咧，咁就唔俾銀行參與呢個市場。第10就係金融市場本身有系統性風險，因為科技股不斷喺呢啲市場嘅集資，會唔會影響到銀行借貸嘅風險？本來銀行唔參與呢個證券嘅市場，但係而家開始咧准許參與呢個債券嘅市場。對金融市場咧有咩深遠嘅影響呢？第一，個資金錯配嘅風險啦。當市場追逐科技股嘅巨頭發債同埋發股嘅機會，資金或者過度集中喺一啲嘅企業，而呢啲企業唔成功嘅話咧就弊㗎啦。估值同埋利率嘅博弈，高估值咧就配合高槓桿，所以咧一旦利率長期高企嘅時候咧，股價嘅波動咧就更加危險。所以我哋都要睇住利率。所以特朗普想換咗聯儲局主席，就係想嗰個利率下降嘅，信用分層嘅現象，資金傾向流向具現金流同埋品牌好嘅企業。弱勢嘅科技股咧，融資嘅成本梗係大啦，兩極化明顯。所以我哋話 Amazon 啦，同埋呢啲大嘅企業，佢哋有資金有盈利，可以支持自己投資喺翻呢啲咁大需要投資咁大，而借貸係減少咗咧，即係壓力少咗咧，咁呢個對佢哋成功嘅機會大。咁加上佢哋而家有信心，投資者應該注意嘅風險。利率同埋是否長期高企。第二，科技嘅企業自由現金流是否足以覆蓋嘅利息，即係科技股能唔能夠俾到息，息都俾唔到就不斷要借多啲，咁就越慘啦。第三，債務期嘅期限嘅結構咧係咪集中喺未來嘅數年？叻嗰啲科技股有能力嘅咧就分好多10年、20年、30年、50甚至100年嘅。第四，股票發行咧是否過度稀釋？第五咧就係行業嘅監管同埋反壟斷，即是話而家特朗普就好啦 ，deregulation。佢監管減少，成功嘅機會大咗，但係一旦佢中期選舉唔掂嘅話，就好麻煩啦。咁我哋嘅結語就係科技股競賽就係資本來力財嚟嘅，資本就可以有人才、有時間發展，個企業繼續喺度。對投資者而言嘅關鍵係在於咧，企業嘅融資多少同埋同佢嘅收入有冇相關，係咪有縮窄，仲有咧融資能夠轉化為可持續嘅競爭優勢。咁呢個咧就係鬥長命。最後咧，我哋講講投資嘅機會咧，我哋睇到咧就大家都鬥燒錢，咁所以中國
國做嘅呢，主要係應用嘅 AI 更加好。春晚呢，大家都睇到啦，中國嘅機械人係相當犀利，咁所以機械人嘅相關嘅股票係值得留意，繼續係向好嘅。同埋我哋睇到咧硬件勝過軟件，因為正話講咗啦，軟件嗰啲工程師咧開始 AI 已經可以做到佢嘅程式 coding 都得啦，所以中國尤其是個樽頸就喺硬件嗰度，需要時間。好多個國家嘅晶片，如果佢做得夠高端嘅話咧，包括韓國、美國同埋台灣，甚至日本睇下得唔得啦？呢啲硬件咧值得係投資嘅。同埋大家知道硬件而家越嚟越貴，因為搶緊，所有用硬件嗰啲公司咧，佢嘅成本加大，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嘅。我自己咧就係東企喺證監嘅持牌人士，冇持有上述講嘅股票，但係我哋嘅投資組合同埋基金持有 Microsoft、Nvidia、Amazon 同埋 Alphabet。好，時間差唔多啦。如果中意呢條片，請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、share，最緊要按呢個鐘仔啊！拜拜，多謝晒。